BC 省嘅政府派錢啊，睇下你哋有冇份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叫 Wilson， 歡迎你哋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頻道啊。呢一集呢，我哋要講一個超正嘅話題，就係加拿大嘅卑詩省嘅教育基金啦。特別係點樣同政府一齊儲錢俾你嘅小朋友將來讀書啦。你可能會諗，教育基金係咪好複雜同埋好悶嘅先？放心啦，並唔係咁嘅。政府送錢俾你去儲蓄，仲要幫你加速去儲錢添。聽落就好似天使掟落嚟嘅禮物送俾你咁樣。嗱，等我今日同大家拆解一下，保證你會覺得又有用又實際嘅。首先，我同大家講下究竟乜嘢係 RESP 先啦。RESP 即係註冊嘅教育儲蓄計劃。簡單嚟講呢個係加拿大搞嘅一個儲蓄計劃，幫你為咗你嘅小朋友嘅未來去教育儲錢嘅。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魔法嘅錢罌，你擺錢入去，政府都會擺錢入去嘅，仲有機會可以賺多啲添。點解咁正？因為有我話俾你聽咯。講關於政府派錢呢一 part 先啦。只要你存錢入去呢個戶口呢，政府就會送多你一 part， 最多仲可以攞到7200蚊添㗎。講到關於稅務嘅 bonus，呢個儲蓄錢罌入邊嘅錢增長係唔需要即時交稅嘅，咁樣你就可以一路賺一路賺，賺多啲啊嘛。開 RESP 呢個戶口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可以揾我啦，去幫你做，帶埋你嘅小朋友同埋社保 SIN number 搞掂噶啦。記住小朋友都要係加拿大居民嘅，只要佢有 SIN number 就可以。嗱，重頭戲嚟啦，政府究竟會俾幾多錢你先？又點樣俾呢？主要係有兩個補助嘅。第一就係 CESG， 即係加拿大嘅教育儲蓄補助金啦。政府會 match 你每年存入去 RESP 嘅20%，每一年最多俾500蚊你嘅。例如你喺呢個戶口入邊存2500蚊，政府就送500蚊俾你噶啦。如果你存1000蚊送多200蚊添。一世人最多可以攞到7200蚊噶。俾個小貼士你啦，如果想攞足晒500蚊嘅補助嘅話每年你淨係擺2500蚊入去呢個戶口，咁就可以噶啦。而第二個補助就係叫 CLB 啦，即係加拿大嘅學習債券，專為啲有需要嘅家庭而設嘅，唔需要你擺錢入去噶，政府會直接送俾你。第一年俾500蚊你啦，之後每年100，再100，再100咁樣，直到小朋友15歲嘅，最多會俾2000蚊你嘅。嗱，而個 bonus 就係錯過咗之前幾年都可以追溯翻嘅，非常之貼心啦，係咪？低收入家庭記住查下 CLB 呢啲政府送俾你嘅錢㗎，唔攞就浪費㗎啦。而第三個部分記住要聽住啦，就係 BC 省民嘅獨家 bonus 嚟嘅。如果你同埋你嘅小朋友都住喺 BC 省嘅話，仲有額外驚喜添，因為BC 省有一個獨家嘅補助叫做 BC TESG。即係 BC 省嘅培訓同埋教育儲蓄補助金，呢個金額就係一次性，政府會俾1200蚊你個資格只要你嘅小朋友係6歲至到9歲之間，又住喺 BC 省嘅，咁就可以噶啦。點樣攞？你可以聯絡我哋開個 RESP 戶口，我哋就會幫你全部搞掂晒噶啦。呢1200蚊係免費嘅，就算你冇擺錢入去呢個戶口住喺 BC 省嘅朋友，記住把握呢個機會啦。你可能會問，邊個先可以開 RESP 呢個戶口呢？小朋友幾多歲先得呢？答案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係加拿大嘅居民，你有SIN number就可以開呢個戶口噶啦。通常係父母親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又或者啲親戚可以幫啲小朋友開嘅。而個年齡限制如果關於 CESG 呢個補助小朋友只要喺17歲之前開通呢個 RESP 戶口，同埋擺錢落去，咁就攞到補助噶啦。而關於 CLB仲可以追溯到喺小朋友18歲之前嘅申請。最後就係 BC 嘅 TESG， 只要小朋友係6歲至到9歲之間咁就可以申請噶啦。呢啲全部都係免費嘅錢嚟嘅，所以話早啲開始係咪越好呢？因為補助其實係有年齡限制嘅，時間越長，你嘅儲蓄加政府嘅補助加起嚟就越嚟越有驚喜噶啦。咁跟住落嚟就要講下究竟呢啲錢係可以點用呢？嗱，小朋友大個啦，準備讀書嘅時候RESP 嘅錢可以用嚟交學費啦、買下書簿作為交通費用甚至租屋都可以噶。咁萬一啲小朋友將來唔想讀書，咁點算呢？咁家長你哋又唔使驚嘅，
啲錢咧係可以轉翻俾其他兄弟姊妹去用嘅，或者轉翻入去你嘅 RRSP 戶口，不過有啲條件限制啦。又或者將你嘅本金攞翻晒出嚟，不過啲補助就要還翻俾政府噶咯噃。今日呢個視頻講到呢度，希望咧你哋都明白到啊 BC 省教育基金呢一啲嘅仔細細節，政府俾嘅錢派嘅錢係唔係發夢噶？只要你開通咗 RESP 呢個戶口，就可以咧同政府一齊儲錢俾你嘅小朋友佢哋嘅未來。快啲聯絡我哋嘅電郵地址同埋聯絡電話，開始你嘅儲蓄旅程啦！有啲咩問題嘅話，留言俾我哋會好快咁答你嘅。記住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啦！